久違嘅跑步，之前講過啊嘛，135跑，246休。星期一我病緊啊嘛，所以冇跑。但係呢擺就冇之前咁hardcore，真係咁硬。135咧，我都係跑5公里啫。但係我發覺咧，我休息咗10幾日之後咧，我速度快咗喎，真係而家係回程路啊！正話跑咗2.5公里，只係用咗20分鐘啫，進步咗。原來休息真係有用噶嚇。返到屋企啦，而家 cooling down 緊。總共係用咗45分鐘嚟跑5公里嘅。諗翻起都好笑，呢樣嘢就證實咗我平時係幾咁 hea，10公里啦係要用到2個鐘頭嘅。今次呢個久違嘅跑步呢，係令我覺得我之前每日跑10公里或者至少1萬步呢，係真係太過損耗我自己啦。因為當我到達咗我嘅極限之後，我仲搏命去行啊，呢啲唔係叫做運動，呢啲叫損耗。損耗咗你過量嘅嘢，就會搞到你身心疲累啦。呢個係其中一樣啦。第二樣嘢就係好難去痊愈。我135如果淨係走5公里嘅話呢，我就有時間去修復，有時間去俾我自己更加有力去跑落去。道理就好簡單，只係之前忽略咗。就好似點解嗰啲專家成日同你講，你唔好捱夜啊，要早做休息啊，因為每一個人都一樣嘅，每日係得24個鐘嘅。如果你浪費咗你休息嘅8個鐘頭呢，你都好難recover翻嘅，真係要好長手尾去補翻嘅。